Hello，我係 Rainbow，歡迎收睇東京 Vlog 嘅第二集。朝頭早我哋嚟到亞佐谷站，我哋嘅目標係亞佐谷神明宮。咁但係朝早我哋先食啲嘢，先嚟到地下街隨便揾嘢食。上次嚟嘅時候經過明治神宮就已經閂咗門，咁今次見到佢未閂門就入去睇下。然後就係另一個目標 Chiikawa Bakery， 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期待下一段影片會更加詳細介紹入邊嘅內容。然後就係去咗原宿超大嘅 Chiikawa 店，就係位於 Kittyland 入邊嘅其中一層嘅，咁就成層都係 Chiikawa 嘅商品，都會留翻下一段影片去介紹嘅。Kittyland 真係一個好派嘅地方，搞埋一堆 Chiikawa，仲有其他嘢要買㗎。唉，好嘈啊！哇！跟迪士尼的是一樣。我話佢同東京我去哈利波特嗰個設計係一樣㗎。Wow! Oops! Oh no! Oops.
Go。跟住藍藍地色款開貓，哇！你真係好靚啊！後悔就係買咗一包，之後再買啦。